再過咗15年，80樓啦都會因為樓齡嘅問題變成冇得按揭，流動性會好困難。咁但係好消息，空置率超低，咁證明條街咧仲有好強吸引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澳門首頁。今集啦，我哋要同大家深入探討一個好有澳門特色嘅話題——澳門樓市。而且咧，我哋係聚焦一條好多人熟悉嘅東望洋新街。咁呢條街咧，唔單止係遊客打卡嘅勝地，佢仲係澳門咧屬於比較發展早嘅區域。咁今次內容咧係我哋自己整合，希望會為大家帶來 brainstorm 啦。如果你係澳門人或者對樓市有興趣，呢集唔可以錯過。咁話晒啦，今集內容有啲長，但係保證有料到，絕對唔悶。咁如果你唔信嘅，咁我哋一齊睇落去啊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幫公司賣個小廣告先。咁我哋澳門首頁啦有個數據庫，咁全澳門一共有幾多棟樓啦？每棟樓實際佔地大細有幾多？每一棟樓提供嘅住宅用途單位有幾多個？每棟樓個樓齡有幾大？空置率、換售率係點？由2017年去到2025年上半年嘅成交情況係點？專係為物業估價而設。我哋仲可以提供專業嘅書面報告，幫到你係買樓、投資或者其他用途。咁有興趣隨時 WhatsApp 我哋傾傾啊。咁好啦，賣完廣告入正題。咁今集咧點解會揀東望洋新街嚟講咧？咁因為呢條街咧係真係好有代表性嘅。咁如果講卑利拉街提到馬路，咁條片咧起碼長5倍。咁但係東望洋新街咧有種好獨特嘅魅力，本地人多，遊客愛打卡，咁再賽車加持，佢個名氣咧響遍全球。最重要咧係佢嘅樓市數據咧相對係中等嘅，啱晒拍今次呢條片。咁啊2017年開始啦，去到2025年經歷咗8個秋雨冬，咁特別係2018年青年首置到2024年全面設立嘅變遷。咁究竟澳門樓市發生咗啲咩變化呢？咁數據咧會唔會同你直覺一樣，覺得樓市係差咗，定係仲有啲或者大家留意呢？話說啦，澳門咧喺2025年頭，全澳啦係有大約6800幾棟單棟式嘅樓宇。咁點計呢？唐樓係當一棟啦，別墅係當一棟啦，冇當一棟。咁如果係海景天咁嘅豪宅啦，咁就係當4棟咁計。咁而東望洋新街啦，咁一共係62棟樓嘅。咁當中咧有34棟咧係40年以上嘅樓齡，咁有12棟咧係35至39年，11棟咧係30至34年。咁講真，呢啲數字有冇嚇親你？成條街嘅樓好似個個都係老友記。咁最年輕啦有一棟，但係都係5至9年嘅。咁呢啲樓咧加埋咧提供874個住宅單位，咁當中咧56.2% 啦係40年以上嘅樓齡。點解呢個數字咁重要啦？咁因為澳門嘅按揭政策啦好嚴，唐樓咧最多只可以用55年減樓齡去做按揭，有啲銀行咧仲係用50年。咁計一計，再過5年啦，半條街嘅樓咧都冇得按揭，過多15年啦，80%嘅樓咧都要全款咁樣買，係咪好誇張咧？咁2024年啦，東望洋新街咧全年咧只係得4宗成交，對比起2018年嘅高峰48宗啦，簡直係跌到仆咗喺度。咁不過咧，喺2025年上半年係有啲反彈嘅，成條街咧係成交咗7宗。咁係咪有啲希望咧？咁大家係點睇咧？咁第二擊啦，咁點解有樓係賣唔出？咁62棟樓入邊啦，有12棟啦，過去8年係完全冇成交記錄。咁涉及咧有70個單位，咁當中咧9棟咧係40年以上嘅樓齡。咁有人會問啦，係咪冇人放盤所以就冇成交啊？呢個係一個好問題。咁為咗答呢條問題咧，我哋 team 咧花咗好多時間研究放盤量。咁暗盤咧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，因為佢唔公開市場買賣咧係真係好難捉摸嘅。咁不過如果佢係有成交咧，財政局數據咧都會有記錄。咁我哋發現啦，呢12棟樓入邊啦，只有4棟係真係冇放盤嘅，另外8棟咧係有放盤但係賣唔出，而且全部都係40年以上嘅樓齡，係咪反映咗啦年紀比較大嘅樓啦，真係比較難揾買家，定係還是有其他理由咧？咁第三擊啦，咁成條街嘅空置率係點咧？呢個係一個好消息，東望洋新街嘅空置率咧係真係唔錯，只有5.5%，比起澳門咧整體6.7% 仲低。咁如果再細分啦，39棟樓咧係完全冇空置嘅，證明呢條街咧真係好有人氣。咁不過啦，澳門咧唔同地區咧差別好大嘅，譬如筷子基嘅運順新村啦，佢一共提供2059個單位，空置率咧只係得2.5%。咁但係同樣咧係25到30年樓齡嘅國際中心啦，咁一共咧係有12棟，可以提供1018個單位，空置率啦竟然去到12.8%。咁點解爭咁遠啦？咁可能地段啦、設施啦，甚至有冇校網都有關嘅。咁大家有冇諗過自己住嘅屋苑嘅空置率
結率係點呢？咁第四擊啦，土地利用率咧有冇得救？咁東望洋新街咧62棟樓，如果你用衛星圖照落去咧，佢個佔地面積咧大概係8291.64平方米。咁當中啦40年以上嘅樓齡啦係佔61.9%。咁我點解要咁講啦？咁因為澳門嘅土地咧係真係真金白銀最值錢嘅。咁如果用得好啦，問題可以少好多。咁好可惜，東望洋新街佢每平方米佢只係提供0.0957個單位，喺澳門平均以下嘅。咁相比之下啦，聖二樓每平方米可以提供0.167個單位。咁如果將東望洋新街提升到聖二樓嘅水平，咁492個單位可以變到858個，係咪好誇張啊？咁不過重建係好多挑戰嘅，例如地塊聯繫啊、業權問題啊，呢啲山起石頭海起水嘅難題。咁講到重建啊，政府啦近10年嘅社屋項目咧，其實好值得參考嘅。咁例如快自己嘅快達樓啦、望廈嘅望德樓、台山嘅台飛樓，土地嘅利用率分別去到0.342、0.535、0.423，係屬於幾高效率嘅。咁全澳門啦，有冇邊個屋苑咧係最誇張啊？答案係海上居，係去到0.942。咁住海上居嘅朋友啦，搭呢個時候有冇覺得特別逼咧？咁去到結論啦，咁東望洋新街個未來，咁總括嚟講啦，東望洋新街咧，再過咗15年啦，80樓啦都會因為樓齡嘅問題變成冇得按揭，流動性會好困難。咁但係好消息係空置率超低，咁證明條街咧仲有好強吸引力。咁如果你想知更多，例如放盤量同埋成交量關係啦，咁我哋都有做分析嘅。咁但係因為商業敏感，咁我未必可以講得太多。不過如果你哋有興趣知道某個地區嘅數據，如果可以，我哋都會盡量做。咁今集講到呢度啦，下集見啦，拜拜。